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現在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，我哋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5月16日，經文係以賽亞書15章1至9節。今日嘅經文主題係預言摩押將被覆滅。我哋一齊嚟聽下今日嘅經文。論摩押的默示，一夜之間，摩押的雅爾變為荒廢，歸於無有。一夜之間，摩押的基爾變為荒廢，歸於無有。他們上巴益，又往底本，到高處去哭泣。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號，各人頭上光禿，鬍鬚剃淨。他們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房頂上和寬闊處俱各哀號，眼淚汪汪。希實本和以利亞利悲哀的聲音達到雅雜，所以摩押帶兵器的高聲喊嚷，人心戰驚。我心為摩押悲哀，他的貴冑逃到瑣爾，到伊基拉、斯利斯亞，他們上魯希波隨走隨哭，在何羅念的路上，因毀滅舉起哀聲，因為寧林的水成為乾涸，青草枯乾，嫩草滅沒，青綠之物一無所有。因此，摩押人所得的財物和所積蓄的，都要運過柳樹河。哀聲遍聞摩押的四境，哀號的聲音達到以基連，哀號的聲音達到比爾以琳。底門的水充滿了血，我還要增加底門的災難，叫獅子來追上摩押逃脫的民和那地上所剩餘的人。今日嘅經文主題係預言摩押將被覆滅。以賽亞預言摩押嘅命運，他要在一夜之間夷成平地，勇士束手無策，民眾逃走哀號，幸存的人也要被獅子捕獲。先知的心也忍不住為摩押哭泣。盡心思考，以賽亞點樣描述摩押將要面臨嘅命運？你對將要滅亡嘅人有咩嘅感受呢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讀聖經嘅說話，亦都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